吼，有分人啊，分人啊，分人啊，吼，你是毋是？你这牌啊是毋是分人啊？这个单是毋是分人啊？是个，嘿，迄就是咱这队的人。安尼咱会叫阿琪啊，啊是恁兜拢叫阿琪。啊，伊叫你妹妹，当然是哥哥对无？好，啊，我叫你阿琪，好无？啊，是要叫你啥？叫你阿琪。好，咱大家就叫阿琪哦，啊阿琪。拍低跳跳有志气。拍低跳跳有志气。收来收去笑眯眯。收来收去笑眯眯。好，安尼，再来咱听迄个咱边仔的。你讲一个来，先走。先走。先走。我老师那边讲来，老师那边讲。啊？老师那边讲来。五走。讲越南话哦。这个可以吧？妈妈是越南的对吧？我越南中秋节是儿童节。对，儿童节。啊，然后越南哦，12生肖里面无啥。无土。哎，你同意？就那样。气不够呢。哎，以前是安尼哦。无土。互动手。来，这帮向前看去，来手撑出来，后壁往后，啊，你较注意啊，要拉去，正手撑出来，正手是倒一手？正手是这手，你摕右手。好，来，手来手去，啊，真欢喜咧。真欢喜。来，脚撑落一下，手来手去，真欢喜。好，再来，唔通不要。唔通看阮细粒子，很少。真声音，大家叫我第一名。啊，今年的文化营，咱即马首先邀请关怀领导协会董事长周清瑶董事长来为大家讲几段话。足欢喜欢迎大家来，也欢迎家长带咱的小朋友做伙来。啊，而且咱每一年的暑假的中间，咱拢有咱的趣味台语文。好，安尼大家家己拍好啊，一个大家家己拍好啊，做好个吼。就是讲，咱去倒位，也是爸爸妈妈带咱去倒位，咱可能就是好啦，你讲。台语文创。你讲啥？我听无呢。台语文创。你讲台语，你是啥物话哈？公益啦。公益啦。啊，你是倒位啦？台湾啦。台湾啦，后壁你拢有礼貌。啊，若听无吼，听无要安怎？听无啊。听无就听无啊。听无就听无啊，安那要安怎？安尼你敢是台湾人？所以我咧想讲，咱这边先对啰嗦，因讲吼，包括有人叫我做姐姐，啊，有人其实有人叫我阿嬷，嘛有人叫我阿祖呢。你知影吼？我足老啊吼，不过我感觉做一个台湾人，大家人拢足轻松的，拢好唔好？好。我看嘛是遮较好呢，遐拢较无好呢。我今晚就要来到遮，啊小可加油一下。咱遮拢无啥人要插我，我敢会遐歹哈？无吼，啊无较大声嘞，敢好？吼，所以伫遮吼，大家咧拼，啥物人上古锥哦，啥物人上认真哦，啊，大家学习拢上好吼。啊，伫即个中间，我想第一项工课就是请咱大家会记咧，咱顶看咧后壁徛偌济，遮尔好，拢是大学的台语文系有的是研究生，有的。
你你讲啥？听有无？都无人要插我。你听有无？听有无？对，咱班超50年啦，我这33岁哦，33岁，听听袂记的好，哦，你23岁，33，嘛拢讲会漏气啊，哦。参加前登记，哦，因为咱这老师，搁咱这一寡大哥哥大姐姐，设计太侪精彩的活动，搁足有意义的学习，吼，那一项项那个来甲这个特休的校长鼓励一下，安尼好无啊？好，谢谢大家。欢喜的大海呀，游啊游啊游，紧啊紧啊紧。一手摕冠军呀，一手摕奖品。咱是大海的都需要你啊，需要你。赞啊！萨巴尼呀，萨巴尼，我是萨巴尼。猪汤第9两个鸡。天地个规定，互你食甲笑眯眯呀，笑眯眯。赞啊！一条是海的水，水水啊水讲台语，海的了了有志气，游来游去笑眯眯。报告啊！看阮细粒子，台语练得甲你惊死。阮拉鱼呀，阮拉鱼，嘿嘿，上高水的啦。我来投。大大只，住伫海里自由行，会喷水，水青呀。大家叫阮第1名，第1名。好，头先说一起。家一只乌红草，生水的豆上十层。来嘞，更水来，更水来。大海勇行的赢大江，冠军奖品。上金宝，我这对他必输啦。啥？表示你爱坐落来。我若拍一个这，表示你爱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拢会使哦，就是袂使去碰到别人的身躯。动作是啥物呢？有大火，来讲水吼，来讲水吼，我惊。梅啊，是真酸酸。红来是酸的哦，我咧讲吼，最近台湾的红来吼，你是啥物队？你是海底队啊？真欢喜，吃咸咸，爱啉水，吃酸酸，有滋味，吃咸咸，无酸味，哎呦，够咸的啦！吃饭点，辣脆甜，吃软软，手满钱，吃遐少，烫嘴舌。吃面面记忆，要一道，真欢喜，
跳跳，每个社会，跳跳跳跳跳，他跳他跳跳跳，走他跳他跳跳跳，前，走他跳他跳跳跳，走他跳他跳跳跳。走卡架卡跳跳跳，继续继续，走卡架卡跳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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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走卡架卡跳跳跳，架卡跳跳跳，啊走卡架卡。跳跳跳，啊倒卡架卡跳跳跳，啊倒卡架卡跳跳跳，我拄着了，架卡来跳跳跳，倒卡架卡来跳跳跳，咱这两个一定要连做伙。怎么了？走开啦！有吼，即世个人要创啥？要开始要掠刷鱼啊吼！过来第三场吼，出来时阵刷鱼就出来啊！哇，刷鱼吼！即内底有在地古迹历史九，好太阳在地古迹历史九。过来咯，有一个文德宫。文德宫。文德宫元宵颠牌。文德宫元宵颠牌。哈哈哈哈！天堂哦，天堂有路你唔去。地甲无门你弄入来。拄着阮玻璃杆仔。油条，还有啥？老师，你说什么？都是还考老师啊。平平茶，过来。对，来一下，各项。可以再问一次吗？没有听到。我讲安念嘛吼，以前的安老店伊是安尼，用一个竹子的半个削一半，好，就是安尼，伊就安放安尼，然后红豆在这里安尼滚，所以人讲有去去莲花，人讲有去莲花，我才会当去白河，找观音佛祖，看见念经。不过今仔日莲花放见的啊，对不？莲花不见了啊，对吼，所以伊就讲吼，阮就是四界佚佗，四界乌白食。那还有豆腐。讲台语啦。讲
最强有啊。有啊，嘿，啊，搁啥？不想。能。不结菜。我吃了哈。还有我吃哈。这个不像豆皮吧？皮吧。啊。有吃无？你无菜安尼，你去硬菜。哪有？唔知吼，因为我是做演员，我的工作是一个演员，吼，啊，佮一甲表演的老师，所以讲吼，有用读的啦，吼，啊有用咧写的啦，用听的啦，吼，啊，佮有足侪办法会当互恁学台语，吼。来，小朋友，做新奇的代志就发生啊！咱头讲哦，报名出来跑跳跳哦，入去死跳跳哦，来，你的手来遮关小我。来，请看卖哦，咱一支换一，安尼一换一支，一支顶头啊一支，把咱甲拍开4条天不啦，是对无？一支变4支，4支变5支，5支我叫做来变7 ，lucky 7哇，过来叫做来7，部分第一手哇。是你像那唐诗300首话呢，哇！春眠不觉晓，啊，处处啼鸟。啊嘞。对，恁拢无咧注意听我讲，恁三个是1、2年大火星班的，听不懂地球话吗？听有无？来，开始哦，来，是讲。来听阮乌昂床对个囡仔兄囡仔来无够大声，就是讲先生，咱们好来，哦，等下我分配较适合恁咯，哦，等下哦，嗨呀，好嘅，记得你可以加假币，平常的你还要注意到我要有的。我不知道的，给他我。来，这改从右边进来，对下边正来，进来。全国饼第2，是鸡鸭姜，来再来。亮起来，亮起来，好，会使哦，好，安尼咱就试一下，为优先开始。进来，进来，对，手机，来，对哦。先坐起来，你先坐起来。我坐起来，好，慢改的下面来，这样来呀，慢改，我要让你看慢搞，你不能哦，你不能慢改，哎，这个对啊，拍好啊，噔噔噔，对，到尾来开始下，到尾有声音是吼，
哈，弄一句两句，因为以前的科技没那么好。有哈。什么？冬天大热火，来对吧？对吧？哦，来活泼一点，较欢喜三岁啊，讲较注意的，二十分哦，还是要活泼一点，来，预备开始哦，哈！用我们这种冬天大热火，预备起。哎呀，这个嘞！咱下面加油，你就可不以，要把那个移民家里的声音落差出来，这个你就可不以，哦，这个哈。好，1、2、3，起啊，两起啊，歌起，来，转后变。连起来，红拿，点啊，你这动作你细一点哦，你细一点，快点快点，蹲，小陈啊，再3次，来，开始圆，按你要快点继续哦，速度快点。不用蹲，你不用蹲，没苦哦。然后手来，这个手掌打开，来，有几吗？来，你，别了，坐下来，让他坐下来哈。挂起来，天，大家讲的水地啦，黄棉花甲金针花。没有这样子的啊。秋秋秋秋秋，啊，你不要唱。秋秋秋秋秋，花叫好溜，秋秋秋秋秋，花叫好溜。隆咚跳花灯，还有龙凤跳很会。有够会，啊，就是恁讲出吼，这个人
这个人吼，你笑讲，嗨呀，恁遮人讲台语无水准啦，安尼啦。哎，真的哦，啊，即摆我咧讲哦，伊安尼讲的意思就是安那，因为因就较高尚，啊，咱台湾人做到咧死咧头毛拢无咧大吼，啊，又叫我做迄外星头啦，哦，所以你即摆知影外星什么意思啊？吼，一定是一个名词，过去的名词咯吼，你是网红啊？你在这里喷口罩，口罩知道吗？哎，由阿昌顺利把烟草收起来，了后有滴一个一阵黑边啤酒出起来水里。来，伊咧讲哦，来，我大汉要变做土啊！你讲啥物？你讲啥物？Hello。好 ，OK。再一些，安尼，耶！台湾新闻我们公开讲过的，日本人台湾被日本人统治过，对不对？对。那日据时代的时候，他的国语是什么话？日语。当然是日语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种代表，讲后牙金牙，后牙金牙对不对？后牙金牙，这里头这里哦来，阿嘉，讲乞丐什么？乞丐呢？龟，盖鸟，灵验，一万，哦，好，来，麦甲讲哦，以后应该你记。伊无讲诶，好，你凊彩点一个，嘿，伊无。哎，老师，我刚才。
隔壁有看到。再来哦，再来哦，假装一个，这里好，给他这里好。新潮跟新哇！新兵哇吼！老师，我想问一下，他成天的。这里不叫做特效，这里是那个。老师，千里眼是什么？哦，千里眼。好，来第，来分两组，好，来第一组来。快点，快进去。所以你来，一趟魔术咯，噔。天下义，讲大义，我爱你，今仔日讲大义，赞！我最大吼，我迄阵要来抢伊了，进来啊，进来！你有知道？真的好扯，心还有粉丝。对啥呢？伊是啥物货？啥物是来乱的？来乱是来乱的，对不对？好，好来，你加几好，咱家己算哦，我已经。来，哈，来，新主管的哈。这就是安那，这就是即马人的滴滴滴。所以1、2、3，来搁一个7、2、3，搁一个7、2、3，好。哇，回民再来一个哈，来，人手，抓鱼嘞，耶！来，后面里面抓鱼到点来，耶！画画啊，好。哎，你们要有一点点动作，你们不是树木，你们是人。大家好，我是我家有谁跟我袂记啊？开始猜糖果。来道歉。今日拄着妖怪，若是无走，若是无走，生命茫茫。
来，你们3个来，3个再传。我比较关心嘿，伫倒位？啊，伫遐啦，安尼，你会记无？你的台词是安尼。比赛着头名，过来。然后这样子，对。然后其他抬上来，抬好哦。然后爱屁你这个观众，所以也在跟他马主持出来聊天，先不要让他踩到，你这样很容易踩到。我来啊，大家好，我是口白。恁敢有听过土仔甲牛招标比赛的故事？迄场比赛土仔输甲平咧咧，土仔输去了后，愈想愈唔甘愿，所以伊逐工拍拼练习，希望有一天会当赢牛，但是敢会遮顺利咧？咱继续跳，互伊走。大家好，我是上高子的大仔囝。有种甲古老大比赛输去了后，我逐工拢少拍拼练习哦。真想问哦，所以这边我一直咧练习。哦，对。这边过来，开始出来自我介绍来。我家己又热要去找啥物师傅找朋友后地。伊要去将军市场唔知了一堆啥物物件落来，一定无时间互恁一只翕相，恁过去到看卖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好来，开始对，咱时间来对哦，来，我是。对来为咱演出，咱南北嘛有一部塔，请咱的观众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欢迎你的经理。兄弟来爬起，我伫无烦无恼、无忧无愁的其他时代。哦，过来嘞。我要看看谁没有动哦。嘴巴讲，这个速度很好哦。好，后来王丽。你唔通介意，就一直替伊讲话。你摆我白讲啦，我无。好，来，要开始啊，好来。大家好。来不，较大声，较大声。大家好，我是黑暗团队的伊娜姐。我们讲的讲的大家有声音来点好。好，开始走。好，爱讲讲安那。咱的监管长嘛是咱的关怀辅导的基金会当市长咯。他在什么版台路演讲比赛，工作人员，关系中华关系去会出也来谈结果我哋呢个台路有地区，有时间，较早咧演讲比赛就去做台路，来比较较侪个情况，这个电影歌星对吧？所以较无时间咧，工作人员，研究所，即个研究所
业，甚至有咧做老师了，所以即摆而且带个囡仔做老师，以前我搁参加过，就较早多谢。看起来咱主席嘛，拿这个机会，互咱的囡仔来遮参加这个文化营，伊的缘由是安尼。过来可能咱是邀请咱的周清瑶周县长、周董事长吼，伊讲了，伊我绝对较清楚，伊这是伊一手，咱内底所。各位观众哈，各位家长，大家好。咱拢是台湾人对无？大家是厝敢无好家己？囡仔敢听有？有了无？有了无？基础就稳不起来。然后有即个来家庭，还有一关，拢希望就看过人较听啊，但是伊遐个时间拢会使一点吼。我是有个人一直来过知影，有人毋知影。阮台湾大学的校长，迄是文人的文化部长，迄个时阵，阮去来考，伊头先话讲迄阵要甲文甲骗，伊讲我没有做歹。伊人甲你讨你几好个，就无代志，当然人拢无注意。头前这是特别有关心的，咱硬看着互我很好。咱后壁人就咱查我，家己拍互我一个，咱即摆去，因为你是，你逐个人拢有家己的国家，有家己的文化对无？你家己一讲落去吼，较听伊咧表演精彩，咱就看袂着吼。所以我毋好通先讲，就是安尼开头就是要甲大家讲讲，请咱规时间。随时来参加咱的活动，咱这个政府即马拢做人脉跟大家吼，会有专家去表演互大家看，顶拢会使来，来边来你若毋知影当时啊，所以请你下去，较像送咱的 QR code 好无？啊是咱的迄个好就爱来啦，你干那好就无来就无算啦，就袂叮当啦吼。我要听讲，毋知等去，你有听着囡仔讲安那无？因爱来还是无爱来？帮后面大家教讲安尼好毋好？咱嘛有校长，校长就有校长伫遮吼。咱无共看是后壁搁一梯，第二梯，阮今仔日讨参详吼。各校的校长，我说已经有演出。当然就是讲，咱伫即边遮办这个关怀文教第咱遮当然是。中华县政府教育部遐有一寡补助，但是有一半的钱是咱两年去世界去咱的文教的基金会内底去支出。风果实在真稀奇，腹肚内底藏开心，越过来。越过去，细力越风微微，大力越亲像风台天，会当顾起甲通的味。实在真稀奇，腹肚内底藏开心，越过来，越过去，细力越风微微，大力越亲像风台天，会当顾起。爸妈、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等一句啊吼。咱三江的文化营，甲即马就是上尾的一个成果的展览哦。成果展览之前呢，真正欢迎伊来看咱三江的成果展览。我过来点点哦，介绍咱今日的
一寡咱的长官甲贵宾哦。首先哦，当然是咱这个台语文区哦，咱的创始的这个姚嘉文哦，咱的姚主席哦。那当初呢，来先大家欢迎。当初伊为中央的所在去甲国防部争取到咱这个园区，一个经营甲计划哦，甲咱的创始哦，是咱的周清玉周院长来掌声欢迎咱周委员。伊嘛是咱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主要推动者，再来是咱彰化县的教育处的课程督。再来就是咱中央立法委员上对咱上疼惜、上照顾的吴秀芳立委，伊足早就来啊再来是今年啊，庄议员逐年嘛拢到，搁有咱的迄个议员嘛对咱真关心哦，搁有咱的江炳辉，咱的市民代表好，再来就是咱。最重要的就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哦。各位吼，希望大家来欣赏咱今仔成果的表演吼。多谢各位，欢迎各位来校长来。好，来，甲咱囡仔鼓励者。大家叫我什么？周姐姐好。对无？对吼，对吼。恁有欢喜无？我感觉有啊无？会晓讲台湾话袂？转去有甲爸爸妈妈，恁有甲爸爸妈妈争一个无？恁表示恁拢大家拢讲较足好啦吼。若有转去吼，有真诶，就是讲吼，伫遮互人掠着，袂晓讲台湾话安尼。若甲你争，你搁来争一个，教伊安怎讲，安尼好无？像这是咱大家做伙要紧，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化，真多谢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这亲戚，会晓带咱的小朋友要紧咱的文化，多谢大家。嘛真请大家做伙甲咱的这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足认真，跟拍鼓啊，跟多谢一个较好。多谢，市长过来拍有影，多谢哈，多谢，谢谢。好，再来我介绍，补充介绍，陈秘书，搁咱的陈记议员的副主任洪玉祥洪副主任，感谢您哦，特别挂感谢。委员哈，搁咱黄秀芳立委，还有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到的副议长哈，那以及我们现场还有庄生汉议员，那以及很多议员服务处，还有市民代表哈，真的还有我们的营长哈，那还有现场各位贵宾哈，还有志刚老师，也还有小朋友哈，还有咱爸爸妈妈大家好。今日吼代表彰化县政府吼，来感谢大家来参加今日的活动吼。咱尤其是这几年吼，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吼，真正是足支持这活动嘛，办足侪活动吼，所以吼，足侪小朋友吼都会使有机会来参与安尼的活动吼。我相信，这3天大家有欢喜无？有吼，好，希望明年要过来无？来吼，明年爱过来。后长周董以及咱科副议长吼，搁咱的督学庄议员吼，以及咱所有这个议员的助理秘书评会代表所有家长吼，咱各位小朋友，午安，大家好。好，谢谢。我拄仔入来的时阵，我看到大家拢生啊足欢喜吼，嘛真感谢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为以早办这个台语演讲比赛，到即马吼有这个台语文创园区了后，开始办这个文化营吼，20多年的时间啦吼，嘛真感谢咱的周董署长吼，伊搁咱的
姚主任非常的认真拍拼，为着要推动咱的这个台语文化，咱抱一声甲因的规甲鼓励，甲因感谢一下，谢谢，谢谢。我嘛就感谢吼，因为我就是咱就当属于个姚志正的边仔吼嘛，学着足济。希望讲未来吼，咱的台语文化，因为有大家的这个关心，咱所有小朋友吼，去家庭拢一厝的就会当讲台语吼。我觉得说这台语的安尼吼向下扎根啦吼。一只吼，祝福大家今仔日有一个真快乐的这假期，谢谢。来，咱的地方下晡时咧活动啊，拄咱周馆长，所有周馆长咧打叫，所以定爱来。周馆长，咱朱姐，咱吴伟，佫真侪咱一寡议员的助理，咱小朋友，大家爸爸妈妈大家好。其实这个台语是上重要，所以咱周馆长真注重这个文化，所以把这个台语其实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文化。我较袂嘛，我真对这样非常支持啦。其实我头一次参加，可能因为一般地方真济，这种地方捌讲，头一个讲紧张啦，非常感谢周馆长我这个机会，叫这小朋友大家当什么欢喜，大家平安快乐，感谢。来，江江多来哦，好欢喜。来江江欢迎。小弟，我都几岁刚来，小我休息。小把菜刀，耶，下去啦。再来洗个边下去啊。哥，我们打海边啊。哪里？哪里？昨下我看电影，就恐怖的。呀，麦走啊！救命啊！救命！安尼咱就甲刷鱼全部拢开始。当然刷鱼袂使学袂太哦。你在这里有好吗？看一下。因为啥物，规个身躯有一定的地位甲地价，来也互恁看。哇哈哈哈哈！当诶！我有字，你就叫我当诶，我是叫你等诶，我是叫做张等诶，不是叫做张等诶。天气永热微凉，大家拢受静食，咱赶紧去找人去掠鲨鱼。我有100万，100万。大家好，我是阿基，我是姚中。你阿未讲，紧起床，靠海掠鱼，紧出门。要来100万哦！是啊，无法度啊，你讲我拢袂着。来，我报你一个好康的。啥物好康的？露出，一半。哈？是。对啊，安尼才会赚大钱。好，行。5亿年，大家好，我是专门吃6岁刚好的鱼啊。我不爱食人哦，豆腐甩甲人用。我是食肉嘛食菜，伫海参馆看到我安尼袂食其他的鱼啊，因为我食饱。这个创啥？我的秘密武器是大杆，
上大的天地是人。啊，交过来啊，你跟我行。大家拢台北戏拢安尼做，观众是讲你哦。啊，小人来救我，我来呀！妖怪，你要走倒位？下兵下将，是跟起来。妖怪来走。兵下将。妖怪喊出完言，啊是啦！哎呦，我的命！头家，害啊啦！真侪人因为食伤济鱼翅中毒了。啊，怎？我嘛是食伤济鱼翅中毒了。人伤贪心，甲鲨鱼掠来出钱。是像海洋生态失去平衡，鱼翅有头甲身顶大量的，就减少足大。讲你啊，伤害嘛是人，你较猪做。我知影我唔对啦，我袂晓养鱼翅。好，安尼送你去接受法律的制裁。下兵下将，是，甲伊抓去。溜表。你袂说袂杀你。对我来去病院看医生。所以上爱教育也是人，咱爱爱亲爱保护海洋，透过生命甲环境的教育，顾食鱼翅、顾买鱼翅，全面守护海洋的鲨鱼啊！鲨鱼队开始，鲨鱼对海洋说啊说，天啊地，一出太阳光，一出太阳平，健康三是健康三是大海健康需要你也需要你，啊赞啦！来讲讲歌嘞。出现吼，咱是民谣请咱讲台语，讲台语，赞。上马期是咱的杨婷婷老师哦，伊是迄咱的关怀电台。
正住伫大海的一个车仔，逐工拢过着乐中逍遥的日子，伊享受海洋美丽的景致，而且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活伫无烦无恼、无忧无愁的囡仔时代。我甲你讲哦，下后落礼拜有走比赛，我做第2，你做你上较紧，你做落尾，好无？好，无问题。即摆咱一定爱摕到全场第1名。哪咧？我做第几？好，拜托，你看你的脚生甲遐尼奇怪，搁想要走，免啦，若无你会互阮会互你害死。你莫看着无正定咧欺负人。你莫介意，就一直替伊讲话。你要互白讲啦，我无。哪呢啦？啊，我甲你讲哦，你会使参加学校的啦啦队，你的叶仔摇咧，真好笑，大家一定会甲你拍鼓啊！无毋对，这个脚生啊遐尼奇怪，甲别人就是无共款，真趣味。哎呦！起呀起呀，行路天乱，关起来就清清，一个草鞋龟，草龟，我毋是草酒鬼，我行路奇怪，嘛毋是我愿意啊，这是因为我阿母讲，伊有新的时食着有大物件，我的脚甲我的叶仔才会变甲安尼。你就是怪胎啦！怪胎！咱行，你有要紧无？免你烦恼啦，我嘛就是咱食，我绝对袂互伊看笑话。好，你加油哦！是安怎呀？阿母咧叫你，你敢无听到？无啦，你走啦！是安怎呀？你搁徛无好诶，是甲人冤家是无？无啦，你毋知啦，同学拢咧笑我啦。同学笑你，伊是笑你啥货？因拢笑我谁只较奇怪，讲我是一个怪胎。阿母毋是甲你讲过啊？是因为一直咧乌蓝海有，害我有想的时食着有毒的虾仔，你毋才会变做安尼。你为什么要甲我生生摆交交，害我伫学校拢无朋友？是啊，你莫安尼讲啦。
因拢讲我袂当参加校会的走标比赛，讲我会甲因害死。是啊，虽然你走的别人较慢，不过你才有气力，心肝阁善良。人讲拉拉伯嘛有一道读，你千万唔通看轻家己。真的哦，当然嘛是真的，爱会记住哦。若有机会爱帮助别人哦。熊熊，这个时阵有一个乌油的气味威胁我传来，原来是因为甲一领乌网仔拍过来，规定是啊囝叫拖人规伫网仔内底，袂顶袂动，因开始喊叫人哦，物件甲咪咪转，唔知要安怎？这是啥物味？就是花诶！是乌油。因拢是你的朋友，你爱赶紧救因啊！救人哦！我这边无人去啊！紧来救我，恁紧来救我！希望啊，互我家破，恁紧出来！耶！你有安怎无？好刚才，咱下面就问，我哪是头一呀？我这个头发头可以呀。是啊，讲实在，我应该甲你回信咧，我一直找你，是做甲人跟人较歹斗斗。对啊，我嘛要甲你回信咧，加在你甲飞工啊加快，叫阮一条性命。以前我拢看你无，歹势啦。唔对，明仔载就开始，咱做伙来练习操场，拼第一。真的哦，不过我走真慢呢，迄无要紧啦，我来陪你做伙练啊。相信大家若甘心学，互一定变成功。恁大家讲对唔对啊？对。多谢你，真好真好。这个故事就是咧甲人讲，做人就爱互相尊重，唔通看轻别人。搁较行内的人，拢有伊的路用，因为希望有一路看，跳好，行咧。沙巴提呀，沙巴提，我是沙巴提。做他的酒量救星，做你个开鼻，互你大家笑眯眯呀，笑眯眯。赞啊！太赞啦！讲台语，而且咱特别文化一样，哦，中等哈，咱的高级认证的老师，因今日，我来啊，大家好，我是口白，恁敢有听过土仔干夫走标比赛倒数？迄场比赛，土仔输甲稀咧咧，土仔输去了后，愈想愈唔甘愿，所以伊逐工拍拼练习，希望有一天会当赢久，代志敢会遮顺利咧，咱继续甲看落去。跳跳跳互伊哦，跳跳跳互伊爽。大家好，我是上古水的土仔囝。
中甲古老大比赛输去了后，我大家拢就看拼练习哦。安怎练习？大家拢知我是因为爱困才输去的，对无？对。我早上忙哦，所以这边我一直咧练乌困，一时间我拢一直食，一直困，一直食，一直困。大家讲我是毋是真巧啊？困吧，等下要来去找古老大输赢了，古老大我来啊！这个沙是五个翅膀，林日沙是五个翅膀。哥哥好，我是上讲好的古老大，今摆会来一头啊，但是我真臭屁，赶快大家运动哦，林日沙是五个翅膀。古老大诶！你有在无？古老大，你有在无？好，嘿，土王姐，你是哪里哪喊呀？欢迎，天天来走。免坐啦，人讲无事不登山无登，我今仔日要过来甲你走表比赛啦。要比赛哦，来啊，上球上，这钞票爱一碗上。是赛的海鱼哦，你有食无？行袂着点，无问题啦。好，有客按做我来。这一天海鱼的天气真好，真热烈。布拉希啦，布拉希，游来游去真欢喜。大家好，阮是布拉希。我大汉要变做沙丁。你讲啥物？我大汉要变做牛。那有可能。阮小细汉，啥物嘛有可能。来到好鸟到布拉大加油，因为因走真紧，做真勇，好鸟加油，布拉大加油。大家好，阮是毛黑，古老大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啦，因为伊甲阮同款，有作用，阁有动头的卡。古老大加油，古老大加油！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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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阮是黑啊，我今才是第一名啦。伊会当跳对头回去的，我会当目睭，毋是恁看。你看是黑仔个单啦，我叫加油，我叫加油。我是今仔日的菜款，我是抓的，下刚哥食饭啊，发动车腰的。今仔日但是喜欢我，我赶他成功，哈哈哈哈！来，第二摆加多啊，招生比赛就咧正式开始啊！你有的那个，好囝，我大请上你。主题开始。好囝加油，布拉大加油！布拉大加油，布拉大加油！好囝加油，好囝加油！我甲你看底啊，一直收，一直收。哈哈哈！听到有啦，你唔去，听到我话你都唔来，我就我做嚟干啊，你是做菜市落来，嘿嘿，讲好你回去，听。无袂敢啊，讲着土仔伊头壳。哎呦，脑筋大啦！拄骹手真好，闪过。看到塑胶袋啊，就是海溪，啊，叔啊，倒落来食，好佳哉，当你减肥，无去互社去，土仔开歹运，去互塑胶袋啊合着。哎呦，即摆是啥物情形啊？哪会遮侪塑胶袋啊救人哦？土仔这么简单，
才走出来，搁继续输。爱过无关，咱就改。爱过无关，咱就食。关。有无代志？啊，我是关的。我是关的，那你票。讲上阵阵插着土仔的麦树甲脚，插着影。哎呀，我要痛死啊！这是啥物人乌白人啊？土仔甲骨一毛简单，才甲四讲单调，继续向前行。哈！是我食心，是我食我是刚接垃圾水，我的兄弟一大堆。想要看这款，就是阿婆生囝，正听垃圾水煞纷纷死死去啊！这场招标比赛，无人找到终点，所以无人赢。我直接宣布比赛结束。大家好，我是看囝刘月晶。大家好，我是古老大看雄。大家好，我是布拉希阿忠。大家好，我是布拉希阿红。大家好，我是高希阿信。大家好，我是徐阿彪。大家好，我是双喜阿信。大家好，我是博乐刚啊，主持公文。大家好，我是赵宝贝啊。大家好，我是关大家好，我是大家最美。大家好，我是大家最美啊。布拉希呀，布拉希，就爱就皮筋花喜。来，香香讲咧。来，咱是邀请咱的贵宾一个上台，来甲咱的遮个囡仔吼做伙。咱嘛是环保的议题哦。啊，以后要乌白带物件，批的避免内容是啥？咱掌声来看落哦，来掌声欢迎。海外边的程度，无说你咱一日人吹，而且嘛中华关、台湾关的开支，这是伫这个所在，也袂行合作王宫进行所发生的代志。其实，这土地也无是人开发，其中是用军。中国的命令定守在土地，近日天气清好，天气地中军，算命天气水煮冰，做伙顺势在所在。欢迎收看海地队的表演，如水人开的秘密。紧张啊，拢想休困，因为紧张伊个家己休赖要去找许多。伊啊，将军人嘛就想要好来出国，无拢伫同一个所在无像。
是咱的任务。他会当要去佚佗就去佚佗，你想讲大家拢通去跑的就到，免免你又互人碰做耳光。来咯，起你是条滚起这袂使到一杯啥物物件了啦，你真无时间互你一只吃上，应该去到讲嘛，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准明啊！这个时阵，一位唔知为倒位来的仙女，互人看到凉西啊凉水，就讲拿唱伊的主题曲。嘟嘟嘟嘟哆啦，嘟嘟嘟嘟哆啦，哆啦哆啦爱无凉的哆啦，是个佚佗是个乌白食。这是啥物天？爱回来自然是咱离这回来，你是假。大家好，我是哆啦哆啦，你敢有看到阮家老弟的美莲花？若讲有美莲花哦，我才会当去白河找管理工作换纪念品。我就是四个佚佗，四个乌白食。讲逐所在拢爱当一个银行户，安尼上快就会当换纪念品哦。进回去啊！啥货？好啦，无我先去白河吼。今年这个是开赛，唔知阁有莲花无？安尼拜托你，和阮做伙唱我的主题曲，我会当帮你找到我的莲花。你做伙唱。哆啦哆啦爱无凉的哆啦，是个佚佗是个乌白食。春去秋来，都过了几百冬啊！伫迄个时代，要伫原乡好赚，介困难。真侪人决定冒险渡过乌水沟，去到外地讨赚。此时，伫海面上有一艘船，伫咧摇摇摆摆过来，敢讲是咱的神女？敢若毋是呢？那安尼，因是啥嘞？阿油啊，你看。咱若树有一对大大蕊的莲花浮伫水面，若照安尼看，咱总算到台湾啦。是啊，人讲莲花是尊敬君主代表，君主的代表。啊，像啊，你是咱讲是这个所在的地景，后来发展咱后代子孙，嘛会甲咱讲一个多谢。好啊，也伫咱继续向头前驶去，希望会当赶紧到台湾。伫两兄弟啊顺利来到落地了后，拄着这个庄头的阿福伯阿财进。为敢是拄过乌水沟来台湾？是啊。真欢迎你，若有需要到三方的所在，要客气。多谢哪位讲起，咱好了，若有啥物有嘛的所在，才来会心灵哦。好啊。安尼好，安尼好，咱家需要亲像勇气的少年人，要来阮兜食茶无？阮甲你讲咱遮的故事，互你较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好啊，安尼就请阿福伯来带咯。对遮来。阿秀、阿强顺利搭一间草埔厝去，因准备要甲海边拍舞，熊熊海面上敢若亲像电火伫咧熄咧熄咧，一阵黑冰气象浮起来水面。好啊，恁遮的环境敢毋知这是阮的管区？就是咱紧来夹伊掠去啊！阿强啊，这是啥物怪物？阿油啊，免惊，我来处理。歹势，恁小恁静者，阮敢若是过客，有心要来无法。英文大好，企业驾驶出发。
着歌声渐渐出现了。嘟嘟嘟嘟哆啦，嘟嘟嘟嘟哆啦，哆啦哆啦爱我变美哆啦，是个幸福是个好个家。来到这个所在，竟然看到有人伫这咧玩起闹者，来靠近看卖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下面自首。以下专由被告我懂的。我是神女多啦，这个会是因为钱，要来互咱这个联会保地大兴旺的联欢的，你若听到你说，我就来甲联盟讲，联盟若应准，我才带恁同齐来去佚佗，好无？神女会帮助我们更较认识这片土地。就安尼，阿强阿佑顺利伫即个土地顶顶，有的时阵拄着困难，嘛会甲海底的民众做伙合作解决。有一日，总长要来这片联会保地巡视。大家欢迎李总长。阮总长李尚华，听讲咱这片联会高地就是有阿强。有两位兄弟开建设，如果我较好现的是安怎做联会，这敢有什么秘密？这我来感谢多拉神女，多拉神女伫倒位？好势，我甲伊请出来。来了，阮神女就是安公，在江有行车，地方在江有出名的。原来是安尼，老勇个人行出来了。我昨去找玲珑，伊讲讲也讲要出来。我，昨日去见玲珑，伊讲即摆去找玲珑的意思有水尾，后面开咱凊彩先行苏不灵用，倒来我看到大家把这边有找联会保地，关于较兄弟也好，实在勇气大气，需要修炼，我哋国家民众一寡鼓励。当日我要食鸡仔面，我要去海湖看湖爸，啥物人要去找迷失湖水怪？好，你讲的都好，安尼我要来找我的高等会啊。不要紧啦，你拢袂记得我一声，我是神女多啦了，神女拢嘛有陪。来啦，我带恁做伙来去找伊，来去。开呀来讲下歌嘞。大家好，我是海地队。我要唱的比讲的较好听。一二三，阮是着真的海地队，开吹下水讲台语，海里悄悄有一气，想来想去笑眯眯。阮是着真的海地队，开吹下水讲台语。来讲下歌嘞，为什来一个代表。咱其他的贵宾是咪热天，甲咱做伙啊，翕一下相。讲台语，我爱你。讲台
妹妹随甲真正破掉的哦。看到啊，他水水池塘人水当当，水池做十项，吹水伞到当有头。干妈。干妈咪，干奶鸡，我是牛头，我是干妈，我是干妈咪，我是奶鸡。这是由亲子咖啡第一站，我是第一站。比赛就头名，爱吃香饼就会赢。我会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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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烧金汉吉，欢喜笑咪咪。咱花大个包的花哦，花地卖足侪钱的，到个年底。哦，甘蔗，老油干，叶糖米乐，红米餐，朗朗和乐。大人囡仔，食葱食菜免烦恼。小花小花水好景，头文化，花长好，三亚心中人人奔。大家下课嘞！来，行嘞！
着啥物？啊，你印象中上大家好，我是欧阳陈队的你哪呀你哪去？我要讲的故事是大家好所在，大家好所在。大城村，潭门乡救火兴旺，保生大地庇佑乡民。保生大地庇佑乡民。乡路为道光7年传到今，期期有名声。期期有名声。全安乡4年一轮送王船。7月时，落水溪畔带溪王，祈求水灾莫过来。莫过来。公馆村，盐烧大厝起伫遮，公馆变做地号名，酷家古厝和白灵西都都伫遮。三峰村古亭郡历史悠久超过60档，重要的七村介绍。杭基村。中华上南边的庄头，落水溪弯弯弯弯，亲像一个潭。落水溪啊，落水溪，落水溪啊，落水溪。这是北亚上主要的产地。希望大家来保佑阮大城。保佑阮
好好。一两三，好，来，咱今摆来点阮的队伍哦，阮是黑暗成队来，一两三，一只黑暗成，见大尾玉也会赢大人，冠军勇气就金宝。多谢大家，来掌声鼓励。咱透过咱的关怀文教，来甲咱发现哦。来，咱所有贵宾，咱上台。